歡迎收睇我嘅頻道。最近立法會討論緊公屋入息限額嘅調整，但一句說話引起網民熱烈討論。事源房屋局建議2026年、2027年度公屋入息限額平均上調。立法會委員會上唔少議員都認為呢個限額仲係過低，未能顧及市民實際生活需要。九龍中議員楊永傑就拋出一條數，佢話：我當一人家庭計算，租房都4000蚊，我每日食2個兩餸飯都要花18000蚊，我未計交通及其他開支，13000蚊，你覺得喺香港能生活嗎？呢句說話一出，即時引起網民熱烈討論，大家紛紛拎起計數機計下呢條數到底點樣得出嚟。網民反駁：喂，你300蚊一盒兩餸飯，如果咁講的話，楊議員心目中嘅兩餸飯每盒要233蚊，如果計埋早餐，隨時要300蚊一盒。多位網民留言：到底300蚊兩餸飯食咩？佢兩餸飯係咪去大排檔叫2個餸？唔通佢兩餸飯係龍蝦加鮑魚？大家又點睇呢件事？你覺得喺香港一個月要幾多錢先夠生活？歡迎喺留言區分享你嘅睇法，下次見，拜拜。